我叫做桃宮草莓，13歲，係極之普通嘅中學生。點知突然之間變咗拯救地球嘅戰士，而且一心跳加速，耳仔同埋尾巴就會走出嚟噶啦。打敗外星人之後，先至可以變翻普通人，唔係就唔得喎。算啦，講埋呢啲嘢都冇用噶啦，我仲有一班一齊戰鬥嘅好朋友嘛。各位去啦，為地球嘅未來而努力，喵！